其实讲到防灾，咱的政府有真侪代志会当做好更较周知。因若针对着这马太安溪崩山湖，就民众伫咧即期讲，即个崩山湖已经有2个月时间，为虾米无去甲防护破咧？专家就讲，因为这崩山湖就伫咧深山哪内，重机具根本就无法度到位。就算甲防护破，这内面的水量是一个水库遐尼济，到时崩破水也是冲到水尾去啊，所以特例民众这是上界安全的。规片光秃秃500公顷的崩塌地，踢着河道形成崩山湖。林保署透过7月25日青雅上江案，湖面18公顷，活2个月来愈来愈大，伫崩湖进前来到140公顷，抽水量高将100万吨，相当一座南化水库。大约3.64万个游泳池的水量挂界集齐，敢讲一开始袂当先用炸药将水引流掉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爆破的话，你这样的大的炸药会造成更多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状况。2礼拜前，水利工程专家经内政部长李鸿源接到现任部长刘世宏的邀请，调集下只专家讨论应用。李鸿源讲炸山毋是选项，台土木系教授尤景云表示，当初评估工程引流袂当做，认为爱撤离居民，若是撤离马太安中华，佮较爱扩大范围，包括后来灾害严重的光复乡。大部分的居民都有照我们的建议做撤离。目前的灾情看来，就是没有完成撤离的人都在我们当初提醒的热点里面。虽然建议爱全数撤离，即摆有关退出伤亡，李鸿源前部长认为，若无事先撤离，佫较惨。疏散了大概7、8千个人，当然还造成了一些伤亡，但是我们就想，要是没有做这样的一个疏散，那后果恐怕就不堪想象。也有声音质疑，虽然有撤离，毋过无整合退洪之外第2道防线，也是设伫万江区，才会造成饮水严重。也毋过水利署指出，即摆通水流量足足关注河道设计标准4倍较侪。洪峰的这个量值实在太大了，而且那个水的力量是非常大的，所以遇到这么大的一个洪峰跟水势的时候是抵挡不住的。有估累积雨量会当互崩山湖搬出来，林保署伫崩湖前1日22早起发布红色警戒，请花莲县府强制疏散撤离受影响居民大约1800户，到2时统计。县府拢总撤离3285人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